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台南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被枪杀，嫌犯作案的车有找到一个喙压，透过 DNA 有比对出一个嫌犯。警方昨下晡伫高雄的金武区掠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甲带回去台南侦办。不过警方并无讲这个查甫人敢就是开枪的凶手，详细要爱调查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为什么要开枪？为什么要开枪？谁指使的？一个伫白色安全帽的查甫人，和台南警方带回侦办。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疑似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张树杰枪击案的嫌疑人，12月到伫咧高雄做事的所在，和警方抓到。我没有出来看，那有枪声。真的假的？警察有开枪？开2枪。这间透天厝的铁门有互人撬开的分裂。台南警方12月到出动30几位警力甲特勤队，到高雄林武区这个社区埋伏掠人。这个被压伫咧涂骹、倒骹有刺青的查甫人，27岁姓张，有恐吓、毒品加伤害前科，就是疑似嫌犯的罪案人。攻坚进去，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直接把他给压制在地。今天的现场只有他一个人，就是他的其中一个住所啦，应该是说是他常常去住的一个地方。因为嫌犯伫咧逃亡的过程一直制造断点。总共换3台车逃走，警方是伫第2台车顶头发现一个喙安，比对 DNA 了，确定是这个27岁姓张的查甫人。不过是不是就是伊开枪，抑个是不是有其他的共犯？警方表示也搁来调查。有明确的生物基证，是留在这个犯案的其中一台车上，所以我们当然要深入的去了解他的角色。那就诚如之前一直跟大家做说明的，就是我们会做很多方面的假设，然后也不排除会不会有其他的相关共犯。因为暗时无精神，警方讲会深入了解这个姓张的查甫人的角色，无排除相关共犯，一定会追查到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